咱拢知影讲，这西北雨甲火金菇就是真经典的台语儿童歌谣。即马为着要推广新的台语囡仔歌，公司台语界发表专辑《咱的歌》，内底有收9条原创歌曲，有念谣，嘛有摇滚等等的类型。希望讲，互母语伫囡仔的生活当中会当定根。月琴结合吉他，用台语唱出猫仔要偷食鱼的主题，听着是真活泼。公司台语台礼拜发表专辑《咱的歌》，包括这条偷食鱼在内，加强收9条台语囡仔歌，有风俗、动物等等的主题，拢是要共人创作，为囡仔打造全新的台语歌。正英老师、秀荣老师就帮我正音，就是讲，咱一寡台语的变调，若是有变得好、变好对，才会意思才会对，互我学到这些物件呢。阮其实平常时就有咧写，就尽量要甲生活的一寡物件用台语甲记录落来，互囡仔会当唱。专辑中制作人指出，这古早的台语囡仔歌已经无合现代囡仔的生活情景。公司台语台用1年筹备这张专辑，希望讲用囡仔歌的创作，互台语会当伫囡仔的生活中定根，未来也会透过电视、网络等等的媒体放送推广。因为咱即马听的童谣也是囡仔歌拢较旧。迄早的物件可能即摆已经无啊，所以讲即个评选会较去选择迄种较新的题材。我想要把每一种种类的歌曲都留下来。教育体系，因为咱的国语运动以及咱传播媒体，拢无咧宣传，拢一概拢以华语为主，所以咱的台语歌拢无出现新的台语歌，所以咱的歌希望就是讲会当将咱这个台语歌变成咱的台湾时代的声音吼。目前，咱的歌这张专辑在音乐平台叫 Street Voice 会当免费收听。台语台台长嘛，希望未来会当有机会继续举办囡仔歌的创作评选，为大众提供优质的台语囡仔歌。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